出水就好，搁将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国前啊，解文说理讲甲咧请群，你要招人比试上，无啦。国前今仔日吼，要来学咱这早江湖的时段，拍一个拳头，甲大家提醒。台湾俗语内底有真济咧叫人讲，身体健康爱注重，这项介要紧。有一句话讲，顾身体较赢顾家伙。原来有人讲巧的顾身体，较无遐尼巧的，专门伫咧顾家伙。人讲趁钱是时机，有的人为着趁钱拼甲无暝无日。本来人就爱困7、8点钟，伊拢困迄个2、3点钟的，迄哦做无遐巧的啦，袂晓想的啦。因为顾身体赢过顾家伙啦。万贯的家财唔达到健康的身体，老爸拢安尼伫咧甲咱讲，即句俗语话虽然讲斗句也无斗句，体甲火无装炼真正有斗句，毋过因原来要活。就是要紧，甲你讲，有趁无趁，身体顾好汉，你唔通吼，身体拍歹，好到尾也着迄个大镜头。有的先生来看了海头面，甲你砸落讲，这剩上尾一条的白虎汤。啥叫白虎汤？白虎汤就是动药啦。这条若无效，赶紧吼，你着爱看日啊啦。哇，讲这个话，你甲看做亲人的人会艰苦袂？白虎汤就是动药，但是这句话唔是干那应用伫咧顾健康尔。往往社会代志好甲歹受煞用，要骹桶开火，人嘛讲我有一个上尾一条的白虎汤。毋过总讲一句啦，你若白虎汤摕咧用，人救会转来。毋过人会讲会好嘛，袂完全。这句话有个啥意思？就是讲会复原，命还阁留条的。毋过袂完全，就是你着爱过足久，着爱听足久，啊无吼。无才调恢复转去袂治病进前迄款的勇健，会好嘛袂完全。这咧讲健康讲身体，嘛咧讲真济代志变化的情形。你有法度挽回迄个感情，毋过必顺的空喙，永远抹袂平。你安尼会晓偷食，袂晓出喙去，互恁某掠着，用贵的啦，叫伊莫离婚啦。毋过到尾啊吼，会好嘛袂完全。伊心头原来有迄个伤痕，哇！原来社会原来有这款的应用得到。朋友啊，总讲一句，我将头拄我来讲，天拍的都无双条性命，人第一要紧，有趁无趁，身体一定要顾好，这才上重要。